12星宿微播劇，我像那銀河星星。編劇製作 Joffrey， 聲演阿正白羊座，蘇雞人馬座。活力同幹勁十足嘅白羊座，權力越大，霸氣越強，唔中意妥協，而且好勝。樂天嘅人馬座，無論咩話題都可以好啱傾，最怕見到人喊。談戀愛嘅時候會過度樂觀，唔會斤斤計較。一路以嚟，我都知自己做緊一啲好傻、好天真嘅事。我嗰句加油都唔知俾你抌過落垃圾桶幾多次。但係我一直堅信，中意一個人唔需要理由，所以唔好問我究竟中意你啲乜。相見的最初，我竟然無端的心醉，講不出為何。相處得更多，更清楚你是我所尋那首歌。喂，我走先啦，你收鋪咯。得啦，走啦。唔記得問你添，聽聞男神好似知道咗我哋公司個小妹妹叫 Fion 咯。係咪唔想收工啊？吓，係咪想喺度過夜啊？係咁啦，拜。唔係又漏咗嘢啊嘛？你可唔可以唔好次次都係咁？你點解你會我嚟接你收工啊，走得未啊？未咁早喎，你飲唔飲咖啡啊？我整俾你飲啊！唔使啦，你早啲做完，早啲收工，我同你去食宵夜啊！宵夜？係啊，肚唔肚餓先？定係想減肥啊？食，梗係食宵夜啦，最中意食宵夜噶啦！咁你快啲做埋啲嘢咯！喜歡你是你，同你最多。喜歡我是我，因知你屬於我。喜歡你是你，永不會找到多一個。前路要與你共同踏過。你無啦啦話嚟接我收工，跟住坐咗喺角落頭張台等我，跟住一齊食宵夜，跟住你送我返屋企。你聽日幾點起身啊？不如我打電話叫醒你啊！唔使啦。嗱，一係咁啦，你幫我錄個鬧鐘，我又幫你錄一個，咁咪唔使打電話，又可以叫醒對方咯。我先。嗱，預備啦吓，嗱，準備 action。起身啦！地震演習，得啦，到你。預備，開始。年輕得碰着誰，亦能像威化般乾脆，快活到每日也像活着100萬歲。呢個唔收貨啊，咁難。吓，第二個，咁嘈都唔收火 FIFA 啊！嚟啦。OK，再嚟啊！1、2、3，你叫我做浮誇吧誇。喜歡你是你，同你最多。喜歡我是我，因知你屬於我。喜歡你是你，永不會找到多一個。涼或暖，情或雨，結伴過。原來好傻、好天真、好熱情嘅人，唔止我一個，仲有你，有你就夠。